咱搁来听877的故事。这个877啊，偷来这只鸡，因老母做记，拼转去因兜，有一个小妹仔叫做阿庆，看到因阿兄掠迄只鸡转来讲：“阿兄，咱都无钱，你去倒位甲人偷掠这只鸡啊？”877啊，甲因小妹讲。哎呀，戆小妹，啥物讲偷掠？讲偷掠鸡就歹听，是即只鸡吼，家己踮喺我的身躯边安尼，咕咕吱咕咕吱，讲带我去，带我去，实在有够好笑。哪有鸡会讲安尼啦？啊，实在有够够编故事的。因即个小妹仔真善良，就讲阿兄。咱举头三笑是有心命，做人做事爱凭良心，家己爱修养好品行，安尼来得抗因大兄。毋过这个阿七啊，伊也是听袂落去，有这么简单，这个贼性就会改。拄啊好叫因小妹讲，紧的，阿母等咧拜拜，紧掠去抬就是啦。因小妹伫后壁，鸡都甲刣死啊！拄着一个阿狗啊，来找鸡，看到迄个鸡毛沿路落到这个877的因兜，就知影讲，这只鸡就是877啊偷掠的啦！入来要找伊理论，877啊开门！这个877啊看到这个阿狗啊来的时阵。其实伊是知影讲，伊就是做偷掠鸡，阿狗也是要来找鸡嘛。伊就讲，阿狗啊，真久无看，要带我去洗鸡哦。这个阿狗啊，真正生气啦！伊讲阿七啊，你做人有够野蛮，迄个鸡母你也毋掠出来喊。阿七啊讲，你凭什么？讲我甲你偷掠鸡，这个阿七啊擦亲自家败啊，身躯都念一支鸡毛，这个阿狗啊，对伊身躯迄个鸡毛都甲伊摕起来讲，你搁钱，你搁钱，这个鸡毛就是阮兜迄只鸡毛嘛，你绝对毋免搁辩解啊，都甲伊掠去，要去甲伊问罪。因小妹啊，阿琴伫后面一直哭，嘛无办法啊。该掠到去铁算盘的因兜，这个铁算盘的，这个看到就讲，原来我的鸡就是487啊！你甲我偷掠，我的鸡母你甲我摕来还。877啊讲，头家，请你原谅啦，因为我着人散，无法度，鸡母都已经抬去啊！哇！那不得了咯！铁算盘听着鸡母抬去，讲损失惨重，损失惨重。你这个487啊，若无甲你教训哦，我绝对唔甘愿。叫讲阿狗啊，甲这个487啊甲伊掠去关咧茶房，关互伊死，我才会甘愿。这个887啊，可怜，放关伫咧茶房，实在是袂顶袂当。877啊，互人关伫咧茶房，无法度通逃走，又寒腹肚又枵，这个头脑实在真好。伊讲惨啊，
我若无想一个办法，我一定爱伫咧遮等死。阿七啊，哪有要遐尼乖，点点点的遐等死？当然伊爱用头脑咯，头脑才好咧。伊讲吼，安尼四界看看咧，看到啊，看到啥物？伊讲吼，咱若要脱逃，都爱行动，都爱拍拼来用功。看到一支破开线，伊讲这支破开线举来往病人，设一个陷阱，互伊落坑。